西伫外口服侍兄弟，互因服侍主，有主的恩典甲因同在。最后上重要是讲，咱今仔日要开好会，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兄弟拢是主角，因为咱拢有份伫即个圣工吼。咱今仔开好会，对头到尾拢顺遂吼，中顺遂。兄弟顺遂平安来到咱遮，咱先开始伫下当1点音到袂要紧吼。咱祈祷了后，牧师来做祝福吼。来，咱为着遮个事拄遮为着家己的服侍来祈祷，咱大家开声做伙祈祷。感谢你恩典甲听到，圣神高拔甲扶持怜悯，伫阮正来中间，愿圣神父，我是我看顾，你朝阮今日今日读到尾，诸位恩典拢甲阮伫咧，你平安甲喜乐观赏伫咧，阮服侍主，那同地服侍主，那得祝福，感谢主你。慈悲听人的主，阮的上帝。这个时阵，阮伫正式敬拜会开始进前，兄弟姊妹，这服侍同工谦卑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还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主，来仰望你的荣光，这是阮做百姓上大的福气。主啊，阮要开始礼拜进前，阮恭敬交托，求你亲自赐福所有这的服侍者、同工，因为对你来。圣神的膏抹，服侍主甘甜，服侍主咱有快乐，互阮来参与一个热情、敬虔、荣耀主的敬拜。求你带领每一个服侍者，无论是台面上，无论伫背后，无论伫外口，所有服侍同工、服侍你，心中充满着热情、甲平安、甲喜乐。也每一个兄弟姊妹，今仔日拢参与伫会员好会，每一个会员兄弟姊妹，大家人有份来关心教会所有的圣工，大大伫大家的共识中间，阮各位三甲努力，三甲拍拼，伫新的一年更较侪服侍来荣耀主，引带更较侪人来信主。当阮将下面时间交托主，伫你带领要伫路中的兄弟平安到伫阮中间，感谢阿乐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搁7、8分钟就要开始哦，吼！大家免客气，尽量坐你头前来，吼，坐你头前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平安！姊妹老早，感谢主，让咱各一届当出去伫遮，做伙来敬拜伊，做伙来阿罗伊。主，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又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一起向神你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当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神的至圣所之前，好不好呢？就让我们先将自己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不受任何的事物来搅扰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就单单定睛在神的身上，一同来等候神，亲近神。在还未开始敬拜前，就让我们一起同心开口来祷告，求圣灵在这当中运行，求主在这当中掌权，求主就彰显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在这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圣灵你们同在，你就在这当中掌权做主，求圣灵围绕在这当中，天使天君在这当中，感谢赞美你。此时，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将我们的感谢神的心献在神的面前。感谢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虽然生活中还是有难处，但神他都看顾我们。让我们一起开口来感谢，让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开口来感谢，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边我们有永远的福乐。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恳求你的圣灵就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紧紧跟随你，要常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都能够来亲近你，与你连结。我们要将身心灵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凡事兴盛，感谢赞美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全能的上帝，愿你垂听我呼求，但愿你赐福于我，使我境界广阔，用你话语教导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与才干，为你荣耀征战。愿你与我同在，做我侍卫的盾牌，保护我免遭试探，领我脱离灾害。愿你与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约翰一书1章9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其实我们也为了我们所犯的罪，恳求主来赦免，无论是心里、口里、行为上的罪，都求主的宝血来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的宝血就来洗净。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言语、行为常常得罪了你，也伤害了别人。恳求你来赦免我们，求赐给我们信心和能力，不再犯罪，并有勇气和机会请求对方的饶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也为了以下几件事情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为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平安、健康、信仰灵命来祷告，也为了家庭成员的关系、信仰还有经济工作。最后，我们也为了教会中病痛中的肢体、哀伤中的家庭，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这边我们父神主啊，求你让属天的能力来保守我们的影响，保守我们的孩子，求主保守我们，所有的境外
主啊，你是全能的王，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全然掌权，求你看顾我们的身心灵平安，有健康的身体，灵命能够持续的增长。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灾害，经历你是赐丰盛恩典的主。天父，也求你的爱能够满满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用爱来保抱我们，使我们家人，让我们家人们都能够彼此坦诚的相爱，用主你的话语彼此来造就。也求你使我们家中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让我们有余不致缺乏。赐福在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们，也能顺利的找到适合的工作，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慈悲怜悯的天父，你看顾我们，赐下安慰与医治。你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只是我们要为着教会中身体病痛、心灵忧伤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祈求。求你怜悯看顾，你医治的圣手就临到医治病痛的人身上，早日能够得着健康，特别在病痛医疗的期间，求你赐下信心与耐心，有安稳及喜乐的心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早日能够恢复健康，回到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你，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特别为了世上亲人的家庭来祷告，求求你安慰医治，赐下安慰与盼望临在家属当中，亲自来拭去他们的眼泪，成为他们的依靠。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全能的上帝，愿你垂听我呼求，但愿你赐福于我，使我境界宽阔。用你话语找到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与才干，为你荣耀征战。愿你与我同在，做我智慧的盾牌，保护我免遭试探，领我脱离灾害。愿你与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愿你与我同在，做我智慧的盾牌，保护我免遭试探，领我脱离灾害。愿你与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愿你跟我同在，做我是唯的顶摆，保护我无你期待，带我脱离灾害。愿你跟我同在，将我放在你手内，做你得胜的旗帜，主要充满世界。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福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伟大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征战。愿你跟我同在，做我是唯的顶摆，保护我无你期待，带我脱离灾害。愿你跟我同在，将我放在你手内，做你得胜的旗帜，主听充满世界。这是咱为着教会所有同工甲大会事工啊，献上咱的祈祷。感谢上帝为咱预备牧者团队、中职同工
甲所有的服侍同工伫咱的中间，咱有遮的服侍同工、种植同工，甲牧师团队，有遮的团队，咱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来引带因。咱嘛为着大使命的事工，传福音带人来归主人，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同心出声来祈祷。现在祈祷，感谢你，差派下牧师、车牧师、甲詹牧师来在我们中间，也无永远。侪人带着无共款的需要来困难来追求你。主啊，看到牧师的工作量是愈来愈大，恳求你赐了搁较侪恩果伫的心中，互因搁有较侪属灵的智慧、甲能力、甲恩赐来面对种种的挑战。求你互因伫逐工的灵修中，重新得到快乐，新心灵拢会当一直建造。走无野生，行无去野生。主啊，不断对你领受对你遐的意向，来推行教会的事工。求你兴起较侪同工来协助因。主啊，天父，我也感谢你为着富强教会竞选一群愿意委身、乐意服侍的种植专职同工来完成所有的事工。求主你赐了甘心服侍的心伫心志伫因的心上。求主赐了合一伫因中间，透过因的服侍，互来更较无亲近你。求你赐了无共款的恩赐伫因的心上，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成做你的好管家。求你祝福伫因的家庭、工作，互因的身心灵拢得到健康。无论因伫什么职位，拢会当荣耀你的名。求主坚固富强教会所有的同工，互因成做主你的好管家。甲牧师有好的配合，专心来服侍主。主啊，感谢你，将一切荣耀归乎你，恳求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信心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温歌充满我心。实情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予你引带，因为一天我要真心爱你。信心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温歌充满我心。信心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予你引带，因为一天我要真心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你带我来亲近你，你我聆听是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要仰望你的面，我仰拜你，用信心甲真理。接下来，咱们为着土耳其的地动，咱来献上咱的祈祷，求上帝医治人民临到这个所在，也为着后壁所有的中结来恢复，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满有慈爱怜悯的上主，我们为了土耳其、叙利亚遭受毁灭性的地震和所受的影响的人，献上祷告。主啊，这地震为两国带来巨大的破坏，无数的建筑物来倒塌。主啊，多人丧失家园，情何难？真是多人遭受苦难，灾民陷于流离失所。主啊，在这寒冬之际，这个灾情更加的严重。主啊，求恳上帝的慈爱，并膀臂守抱那些突然逝去的人。主啊，求主安慰那些正在哀悼或等待失踪亲人消息的人的心灵。主啊，求你将信心勇气赐给那些受苦悲伤的人，安慰那些在恐惧中的人。主啊，求你的护庇那些疲劳劳惫的救援人员，让他们紧紧抓住你，有力量来迎接未来日子，来做一些救援的工作。主完全将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如何，但不过我愿意合适顺服。虽然我真唔敢有侪人伫这代的地动中间来受难，主愿意伸手你怜悯的手，
或者受患难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主啊，求你亲自拭去因的目屎，愿你甲因同在，陪伴因，互伫有需要的所在，拢会当得到帮助。主啊，们将这个人献上阮的祈祷。虽然阮袂当去迄个所在帮助因，但毋过阮咧透过祈祷、代祷的心来替因祈求，甲奉献。主啊，求你，互遮的人无搁受灾害，互阮卑微的人类会当有敬虔的心来搁较明捌你。主，愿你亲自安慰因，愿主的平安临到土耳其甲叙利亚，奉主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星星请你来将我心，我需要你温歌将我心。星星啊，我亲爱的，我的心予你引带，你每一天。我要亲亲爱你，星星请你来将我心，我需要你温歌将我心。星星啊，我亲爱的，我的心予你引带，你每一天。我要亲亲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因带我来亲近你，你带领更新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要仰望你的名，我应爱你。用信心甲真理。接续咱为着今仔日主日的敬拜来祈祷，求主兴旺所福音教会，使了更较侪较无灵伫咱的中间，互逐项的服侍拢会当归荣耀互上帝。也为着牧师今仔日的讲道献上咱的祈祷，特别咱为着今仔日要召开的合会来顺利来献上咱的祈祷，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亲爱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主啊，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切。主啊，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向你祈敬拜。主是天地主以外的主，你的作为奇妙伟大。主啊，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不致偏离了你的道。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发出亮光，就是我们得着智慧。也恳求主时常引导我们当行的路，做好的事。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主啊，我们恳求主，你祈求使人属好的福音教会，我敬下的姊妹心中充满信心，听神甲毋忙，正对基督传福音的天边，大人有准备好家己来军队牧师追求同一的理想，担心自身大使命，互万民正做基督的门徒，伫阮的生命中持续做福音的见证，传扬上帝你奇妙的救恩，也祈求上主。耶稣，你互阮心上来学甲天父来建立好的关系，提醒阮不单是伫行动上来传福音，更较是生命影响生命来传扬主的听。主啊，我们透过今日的举行的合会，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是教会所有的事工的推展与目标。主啊，求你赐下合一顺服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啊，让你手里所做的，让我们手里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神的悦纳，荣耀主名。主啊，无论我们是怎样的身份，主啊，我们都求你使用我们。主啊，为我们开启传福音的门，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得着喜乐，在基督里得着满足，能够有爱我的神与我们一起同工，在任何的位置，我们都能够起身来荣耀主的名。主啊，恳求你的信心加添阮听的力量，互阮听神更加听人，互阮众兄弟姊妹时时祈祷，追求主的心意。互阮拢会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的意念为意念，互你伫阮的生命中来掌权，活出你生命的见证。阮相信福音教会要成做一间万民祈祷的殿，
阮相信富强教会要成做一个传扬福音、宣教的教会。阮相信富强教会要成做一个满足主心意的教会。阮咧恳求、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对咱的座位中来起立，咱三脚来敬拜咱的上帝。此时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从座位上来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的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当中欢呼喜乐，因为耶和华已经战胜仇敌。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中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秘密，高举着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中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秘密，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耶和民心中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秘密，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中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秘密，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充满荣耀，万民敬拜是我的神，我们遵从你。
们尊崇你，圣洁荣耀。诉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你。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你。你说话就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命令就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你。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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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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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之王，洗净心里忧伤，带来喜悦平安。你是全能神，掌管世上万有，主权的荣光赐给我新的生命。起来耶
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回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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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回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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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荣耀，荣耀咱的主。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回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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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回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回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回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哈利路亚！阿门。这是咱来唱圣诗222首，上帝做咱代代帮助。上帝做我代代帮衬，也做将来盼望。互阮相比大英风台，迎接安稳所在，全能保守永远的命，圣道行去安心。上帝成就高野堂课，做愿稳当保护。前山要为世出于情，世界要为永生。你对永远就是上帝，有等无变无退。对你来看，虽然千年，亲像过了7年。但是一件实在真谛，10000年久就过。光阴的过，亲像大水，一直互伊流去。光明富贵完全迷茫，实在拢是空空。上帝做阮代代帮衬，保做将来盼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远问候。大权能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伫主你的圣日，我今仔日奉你的名三甲主祭，我们有华语堂、台语堂一起聚集，用不同的语言来敬拜主。这是你所合意的，我们同心合一敬拜。感谢父神。足3年之久，我们受疫情的搅扰、疫情的侵害，但是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
持守这个信仰，持续跟随、仰望、恳求，让我们经过3年，即将要迎接把口罩摘下来，恢复自由的生活。主啊，这个时间算很长，但是主你没有抛弃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着恩典、温暖、平安。主，愿感谢你，3年久，阮虽然伫无方便的中间，你保护阮，你照顾阮，特别阮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人经过这段疫情的搅扰，阮无失去阮的信心。今仔日2场礼拜兄弟组织，遐尼啊踊跃，遐尼啊热烈，这是阮心内大大感恩的所在。主啊，今仔日阮要举行会员好会，愿你通过会员好会，互阮搁一遍看见主你伫过去1年来，伫阮富强教会，伫阮兄弟姊妹身上所做，这美好的工，你美好的引带，你美好的带领保护。愿你圣神同在，阮家敬拜归荣光伫你，阮的好会也当看见上帝你互阮美好的意象甲启示。这是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我们要台语、华语一起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一起来祷告。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请坐。这是咱的课用，课文17篇，诗篇65篇，我来课非常来用。上帝啊，人就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的殿院的这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修平土地。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滴。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以上，这是咱下头来祈祷。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愿列邦拢称赞你、阿罗你，愿世上的一切也拢开喙。来感谢你，阮这个受恩的囝儿对心底感谢你赏赐阮的万米，也感谢你亲像主爱老爸牵阮的手，来行过黑暗甲崎岖的道路。为着安尼，阮搁一摆在阮的心要来奉献互你的时。阮内心有无限的感激，因为阮更加要感谢你，佮赏赐阮一件无价之宝，
就是阮用真济的金银财宝，也无法得到的赏赐。耶稣基督互阮对伊的死，甲佮活来享受永远我的活命。今日，我要搁较感谢你，就是你显明奇妙的业力，甲般贵人所想会到的快乐，来引带阮教会行过48年久。阮也感谢你安排勇敢来开设，拼命传福音的前辈，因有留落的信仰较好、佮水的脚业，使阮看见40几年中福音所结的果子，也互阮因为正做富强教会的一份子，有份伫即个荣光。阮今仔日也要开2023年的好会。为教会的圣工做伙来分享过去一年的事工成果的报告，求主赐予阮伫事工的当中服侍的同工、中级侍奉的团队、小组的同工兄姐，充满着大快乐甲智慧，伫未来的一年有温数更较大的发展，也互福强教会成做圣神扶持、造就人的所在。相信阮即马拄好咧经历的一切，一定拢有助你点点看顾甲保护，为要引导我们走向蒙恩的道路。因为伫主的恩典内面，心内会当一天更较新的一天，享受有你同在的上好的福分。恢复阮对灵魂开始变得强壮，靠着基督的救恩，阮的日子会过得非常的有价值，满满有平安、喜乐的丰富，并且一切真心拢值得向你来学乐。阳光归伫白遐，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恭喜上帝的话，恭受上帝的话语。我们开来看2段的圣经，两位的圣经记载伫福音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17节。第2位圣经是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18节。首先，我用台语的迄个经文来读。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代志，甚至会做搁较大个，因为我要去爸遐。恁奉我的名，无论求啥物，我一定甲恁做，通互爸对囝得到荣光。恁若奉我的名，无论求啥物，我一定会甲恁做。恁若听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我要对爸求，伊会赐恁另外一位为咱者，通甲恁永远同在。伊是真理的上帝。那第2位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18节，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赐圣神，互恁有智慧甲启示，通入捌伊。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愿望是啥物，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通拿呢丰富。我们来看华语的部分，我们用华语来读这2段的圣经。那第1段是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
我慎重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也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因为我到父亲那里。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一定成全。我也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示出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我一定。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亲，就是给你们另外位置，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圣灵会给你们的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心眼，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得来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的子民产业是什么。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祝福听他的话、行他话的人。我们献诗，我们今天新圣歌队首先的诗歌是“那落卡无溪水，如入渴慕溪水”。献诗完之后，我们牧师今天讲到的大纲是“为神国谋大事，为新国谋大事”。心
那个婆虾作为来俄罗斯，我们一起用掌声感谢主，神的恩典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的心中很激动，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会员合会我们两堂合在一起。记得在春节的时候，就看见我们教堂恢复了3年前那个时候的一种热烈挤满弟兄姐妹。那今天是合会，今天一起合会我们每一个会员都很专注、很在意参与这个聚会，是两堂合在一起。我们1年大概没几次那是我们建的这个礼拜堂显示它的一个容量最好的时机了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我们今天要一起敬拜神，也一起来开会员合会很高兴我们2堂礼拜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我们给隔壁祝福请安一下愿神恩典跟你同在，好不好？好。上个礼拜呢，在美国有一间大学叫做 Asbury 的大学举行一个复兴特会。那圣灵同在他们已经经过了130多个小时，没有间断在那边聚会，在那边诗歌赞美。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特别，因为大学本来就是一个学校嘛因为举行那个大型的这个特会，那大家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家在那边祷告、诗歌、敬拜，一直没有停止。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3年的疫情给我们很多的打击，在经济、在交通、在旅游在健康都受到影响。所以当疫情来慢慢解除、消除的时候，很多人好像那种内心的爆发力出来了，那种热情又恢复了。但是什么样的热情让我们能够走向一个神所祝福的道路？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时刻，因为你自由了，我也自由了，谁都一样的平等但是我们要抓住那个美好的应许这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的时刻。咱今日遐尼多的兄弟作为主金我看真侪同工拢搁咧带座位啦因为咱拢坐满满，较早咱拢有时坐一个让一个安尼放物件好好放不过其实这个是才开始，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这个礼拜，其实我们如果要达到现在很多教会你知道吗？要来做礼拜要排队，你知道吗？要排队才能来得及进场慢来了就没位置坐，用站的或者坐在阶梯。那是因为不是这个场合有什么大明星要表演什么这个大的演唱会，是因为众人渴慕才会有这种现象。期待我们今天是会员合会，我们也借这个一个新的开始，也好足足2年3年的时间，我们一起通过神的话，等一下我们有各单位的报告，能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许下的恩典还有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做祷告，再来分享。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用你的话语来彼此勉励。主啊，上帝国的国度就像一颗芥菜种，它要在泥土里面长大成树，甚至有飞鸟来栖息。主啊，我们的教会就是神国度的一个种子。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差遣，你的器皿，让这一颗芥菜种成为大树，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你的子民在这边得到安息，得到激励，得到造就，得到生命的滋养。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彼此勉励跟祝福，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哈，咱听台语的哈，拢伫咧看新闻啊、看电视，国语拢听有啦吼。但咱在座有一寡咱的兄弟吼，伊较无方便听台语，听无介有吼。所以牧师呢，用华语多一点哈。请大家习惯哈，习惯牧师的双声带哈。牧师讲台语是较顺啦，讲国语有人讲台湾国语安尼吼。不过听懂就好，听懂就好，因为圣灵要告诉你的话比较重要哈。好，为神国谋大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奇妙哈。因为台语的部分我们已经练了哈，我们要用华语的来练了哈。那耶稣在跟门徒讲话的时候，讲了这段很特别的话。他说：“我郑重的告诉你们，郑重哦，表示非常正经的，不是随便讲的。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有很多含义的哈，圣经的解释非常的丰富，但是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说，耶稣很郑重的、很严肃的讲。你们信的人要跟我一样做我同样做的事，那到底做耶稣什么事呢？这是一个点。第二个，不只是做耶稣做的事，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有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会不会是当初翻译圣经的人翻译笔误啦？为什么我们怎么敢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这个是我们第二个重点。但是第三个重点是因为耶稣说我要到父那里去。表示他肉体的这个呈现在这块土地，在这个世界，他已经要完成他肉体在上帝国他的道成肉身要做一个阶段结束了，再来的任务就是交给这些门徒了。这是耶稣讲这一段话。那为什么要做更大的？很多人会不同的理解啦哈。但是我们如果说耶稣是道成肉身在世界所做的工作，他等于是一个人做的事情，他其实是在做典范，他在做示范，在做示范。我按怎做，你就对我做。我一个尔，恁遐尼多门徒，当然恁做的代志会做比我较济，而且你会当试过去。所以耶稣是安那伫上天进前讲，你爱去普天下啦，普天下传福音，那就是要执行耶稣所交代的，做比我所做更大的事。这个是这一句话给我们最大的亮点跟亮光啊。耶稣呢，为了讲这一句话，他重复了2次。他说：“你们奉我的名。”14节又讲一次：“你们奉我的名。”我们最近不是很流行说很重要，要讲几次？讲3次哈。那耶稣讲了2次，已经很重要了。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成全。”换句话说，你所做的，你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就像下面一句说：“你们若爱我，凡是用为神的圣工、为神的国度，或是为神的福音，你只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就要成全。”然后是为了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现出来，因为主耶稣亲自在门徒面前显现，而且对他们讲话，做他们的老师，而且带领他们一起传福音，传扬上帝国的福音。所以所完成的事是为了荣耀上帝。连续2次重复哈。然后他讲了这段话说：“你们若爱我，要遵守我的命令。”那后面这一点，就是耶稣说你们会做比我更大的事的一个根据啦。我们说好啊，我来做啊。比如说爸爸叫孩子去做这件事情，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做更大。如果做一样的事已经很好，如果做更大，捅了楼主怎么办呢？做错了怎么办？对不对？耶稣没有那么样的大条筋呐。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是因为我要求父亲赐给你们另一位慰助者，永远跟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
那把这段话连接起来就很清楚了。耶稣说：“你们能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要离开了，我要到父那里去了。你们的任务是我交给你们的，你要去做。但是你们不能凭着蛮力，凭着一股热诚啊，好像那个乱撞一样啊，一头牛乱撞。不是，是因为我要求神赐给你们一位真理的灵。借由圣灵，你们就能够继续做我要你们做的事，而且做得更大。感谢主，因为这样的凭据啦，因为这样的应许，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亮点，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都是耶稣所讲的，你们要做我所做的事，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段经文，其实是同样类似的，就是保罗所做的宣告哈。等一下我们那个大纲会再重复一次。那以弗所书1章17到18节，保罗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句话就是跟刚刚耶稣所说的，主耶稣说：我要求父赐给你们一位慰助者，就是真理的灵。保罗把它讲得更清楚了。他说：把圣灵赐给你们，那赐给你们干嘛？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要认识上帝，不是平白天马行空乱想乱编造用自己的想象编造，而是因为圣灵要给我们智慧，然后让你能够认识神，那个是最重要的关键。好，那他又这样子说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我们基督徒在台湾这个社会，我们常讲心眼好像都是不好的，对不对？这个坏心眼，死心眼。所以心眼是一个引导你动作的一个关键，对不对？你心中的看见会影响你作为嘛。你如果是死心眼、坏心眼，那就做坏事或是不做事。但是保罗说要开启你们的心眼，让你们看见好事。什么事呢？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原来这个心眼是有好心眼的而且是属灵的眼睛生命的眼睛，圣灵所开启的眼睛，会看见神给我们的盼望。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他说看见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的丰盛。换句话说，每个基督徒只要你的心眼被圣灵所打开，你是一个富足的人，你是一个生命丰盛的人，你是一个丰丰富富得着神产业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称我们一位富爸爸的意思啦。那是神给你的，是神应许你的，但是你要心眼被打开，圣灵开启你的心眼。感谢主，借着这两段经文，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段落。第一个，主耶稣他宣告上帝国的主权，怎么宣告呢？耶稣向他们宣告说，刚刚我们读过了，我郑重告诉你们，信我的也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更大的，因为我要到父亲那里去。而且他2次的应许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给你们成全。我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示出来。换句话说，神要给我们应许跟成全，是要让儿子在地上所讲的，神应许了，然后让上帝得荣耀。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ircle， 一个流程哈。那主给我们赐下圣灵，那叫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这个是前提。你不能说随便讲我就是要得到，但是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然后又要跟神要什么？前提是遵守命令。第二个，主要祈求天父赐给另一位慰助者，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那基督徒呢，最大的一个确信或是最大一个安稳，就是说
你无论到哪里去，奉主的名求，圣灵就跟你同在。圣灵是永远陪伴着你的，只是你有时候疏忽了、恐惧了，或是忙碌了，或是不在意了，你不感觉圣灵跟你同在。圣灵在你旁边，你都觉得他不在你身边。这个圣灵是谁？就是真理的灵，让你明白神话语的奥妙。那我们刚刚读的第二段经文，就是保罗宣告圣灵得到了要我们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再复习一下，说第一个是求荣耀的天父上帝把圣灵赐给你们，是求荣耀的上帝哦，而不是随随便便圣灵是随便来的，是上帝应许的。第二个，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让你们有这个能力看见神。所以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是你认识神啦，那是圣灵给你的力量，给你的智慧。第三个是上帝要开启你的心眼，知道什么呼召得来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的丰盛。那这是两段经文，我们一起用一个简短的时间来学习。我期待，因为今天要开和会牧师没办法把圣经的经文拆解的更仔细，或是更多啦，或是一些例证。但是我期待我们每一个牧区小组你们在小组聚的时候，可以把这两段经文再做更深入的分享，甚至一个实际的印证那就是会帮助这段经文给你更多的学习这样子。那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帮助，主耶稣应许我们要做更大的事。那我们今天在会员和会的时候，那你会员和会的时阵，大家来互相勉励讲，咱为着上帝国来做大事。因为耶稣讲你要做大的事不是清清菜菜有的人安尼也无计划，也无准备安尼人讲懵安尼黑白懵，懵到最后哇，未收拾啦未收拾就只好收拾因为你无计划嘛。而且做这个大事到底合不合神的旨意啊？但是我们要做的是符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做神国的大事。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的宣告是什么第一个，主耶稣的宣告就是福音的宣告。他跟我讲说，你要做跟我做一样的事啊，你要做更大的事。到底做什么大事？其实就是福音的工作，也就是上帝国扩展的宣告啦，扩展的宣告。弟兄姐妹，大家如果稍微对整个世界的这个福音工作有稍微一点概念，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年代感觉起来世界很混乱，对不对那中国呢，从共产世界统治以后，中国很多苦难一直出现呢。但是神在工作，在那种最艰难的时刻也同样在工作。所以很多这个基督教学者在研究在这几十年来，基督徒增长最多的就是在中国，因为它不是公开的统计啦，但是至少已经增加有1亿人以上的基督徒。那更不用说在非洲、在南美洲，包括在亚洲、韩国包括我们台湾。这个上帝国度的开展是用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在扩展。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世界很多灾难、战争，很多人为的罪恶在进行，但是神也没有放弃他的工作，没有停止他的工作，而是一群委身在耶稣基督这个天国宣告的人，在最艰难的环境仍然是做比耶稣更大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被世界这些混乱、战争、一些不好的消息遮盖住了，已经打击了我们的信心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也同样的意思，3年来的疫情让我们觉得说上帝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会让我们遇到这么样的灾难？其实有时候灾难是另外一种应许，一种恩典。灾难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渺小、谦卑，然后在神面前认罪。神就会在认罪的点给你新的力量。
那所以基督徒，我们说要为神国谋大事，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基督徒委身在宣教。较多兄弟，你勇敢为主传福音就对了，无论得时不得时啦。然后教会得复兴，城市福音化，这是耶稣所做的宣告，给我们的一个努力跟祝福。弟兄姐妹，我要讲一点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渊源历史了哈。在20多年前，我们的教会长执会，在1999年，那个时候我们在开那个年度事工研讨会，那个时候刚好有一本书出来，叫做《直奔标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教会在寻求突破。那有这本书，而且在美国已经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热门哈。我们就读了8次读书会。那个时候20多年前，就是我们现在的长老这一群人，当时是年轻人社青他们对新的东西接受力很敏锐，所以他们就发现说，这个也许是神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要努力来突破。借由华理克牧师这本《直奔标杆》，我们就看到神在我们教会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换句话说，这本书有一点类似点一个火，但是我们很多人把它看见了，我们很多当时的同工看见了，觉得说这是神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像一个蓝图一样。那就后来过来的2000年、2000年以后这段前面这10年，我们教会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2003年，我们的蔡牧师来这边牧会，那这一群当初领受这个直奔标杆的一个概念的弟兄姐妹，进入到长执会，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一样的改变从小组，从华语礼拜，从我们的侍奉团队，从我们的建堂，就一件一件神就给我们开路了。感谢主。那这本书到现在还在再版还在再版。这个是第一版的这个封面，那现在改成这个版面比较清爽一点那直奔标杆到底在做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还没读过，但是很多已经内化成你的一个重点了这本书就是华理克牧师在他的事工理念，在南加州的马鞍峰教会，他迅速增长的一个印象这个是马鞍峰教会这个是已经后来才改建好的一个会堂。不然早期呢，他们是因为加州比较少下雨，所以他们只要做帐篷式的那种加强型的帐篷了它就可以当礼拜堂。那牧师跟谢牧师也曾经去参观过。后来这个教堂是他们所盖的一个固定的聚会的一个会堂这个是华理克牧师他们夫妇。那我看到去年呢，他已经宣布说退休了你如果在电视上看到华理克牧师，哇，比牧师胖1倍很胖原来我看到他的文章才知道说，华理克牧师不是贪吃不是吃就是故意那么胖，原来他有生病有生病吃药的关系因为他也得到一种很特殊的罕见疾病他知道说在这个疫情当中他必须要交棒。他的身体是好像他自己讲说，在身体上好像有一根刺。他的身体那种因为我不是医生，他讲的意思是说，类似他如果在台上工作讲道都很好，但是一坐下来休息或是躺上床，他就会像帕金森症一样，没有办法控制，而且会睡不着。他知道说这样再熬下去会影响身体，也影响工作，所以就在去年正式宣告，有新的一位牧师来接棒了。他在那边从开拓到退休40几年，不过他没有这样就放弃他的工作，他还继续做国度宣教的工作了那这是我附带来说明一下。那华理克牧师呢，他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当时为什么对我们教会有这么大的冲击
不是说这本书到底有多大，是因为在那个时机点，让我们找到一个扩展的方向，就是直奔标杆标示着目标导向，我们要朝着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用尽各种办法把它完成，而且这个目标是神给我们的目标，不是你乱架的就像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牧师用这个开始做第一堂礼拜的时候，跟我们讲的就是用箴言29章18节，有清楚的意象，一个国度的意象，这样的意象造就了马鞍峰教会成长。他们是第一间他们为5万人洗礼的教会，5万人透过马鞍峰教会得到就洗礼，再加入这间教会。那他们有2个非常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也让我们富强教会得到很多学习的，就是他们的信徒灵性造就系统非常的严谨。记得当初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就刚好因为我们台湾对棒球很热诚嘛，对，就爱怕棒球就对了，野球啦。马鞍峰教会他们就用这样呢，就是跑垒的概念，1垒、2垒、3垒、本垒，那中间投手。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你真按受洗了，你就从打得分了嘛，就跑1垒，就是先要做门徒的基本信仰的认识开始。把基本的门徒的概念或是圣经的教导都学习好了，就是1垒的概念。那第2垒的概念是什么？我要开始服侍了嘛，要学习各样的装备，所以就跑到2垒，是教育事工的这个造就。那到3垒是什么？就是成为同工了。3垒就是要大家成为干部了，同工。然后最重要，你跑到3垒还不算得分，有人是在3垒被封杀掉，或是被刺杀掉你要得人如得鱼，你要领人归主，所以才会得分嘛，所以跑回本垒这样子。那中间那个就是敬拜跟神的话语，投手这样子所以那个概念让大家很清楚很简单，因为我们台湾对棒球很热诚嘛所以给我们教会很大的学习那感谢主，虽然那个时候牧师不在这边，但是我在看我们教会的周报啦，看到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报告，我觉得说感谢主，神的恩典在我们富强教会开展。今天我们看到一间新的会堂在这边，今天我们看到能够有300多位弟兄姐妹在这边坐着。其实1999年那一个开头是一个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号那第2个是我们也学到了，就是马鞍峰教会他们有一个非常活泼多样的礼拜。刚刚我看到咱2场礼拜做合作的敬拜单带咱敬拜的时候足侪人感觉足火热的有无那一种诗歌的奔放向神敬拜那种喜乐。我记得马鞍峰教会他们的敬拜不只是一群非常甚至是有职业水准的一个敬拜团他们甚至还有一个事工，就是专门有人为他们自己教会的敬拜作曲的作词作曲的。那这些我觉得我们教会从他们那边得到很多启发跟学习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举行合会，我们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去年年底我们的中会介绍了我们一本新的书，叫做复兴教会复兴的4个关键密码，而且他希望推动各教会长职同工一起来阅读。换句话说，20多年前的直奔标杆，20多年后的教会复兴的4个关键密码，他在告诉我们是呢，牧师今天没有办法一一述说，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再给我们一个新的刺激点就对了，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提醒这本书那牧师有先分送给长老来阅读了这复兴的4个关键密码是什么呢？它就是也不是说新的东西，而是重新做整合组织，而且经过很严谨的研究对美国很多复兴的教会他们成长的要素把它凝聚起来的。而且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他们是属于
我们台湾也有了哈，就是安息日会的系统，他们是用安息日在敬拜，安息日他们的那个文字事工做得很好，他们的那个医疗事工也做得很好啊。然后他们就是这些研究者去收集教会增长的经验，然后对教会做一点比较深入的研究。换句话说，初代教会有4项重大的教会成长复兴的关键密码，他们就把它引用，而且加上现代的研究，就是成为这本书。他们探讨成长因素跟实施实际的建议给各教会。那所以很多教会他们就运用一个读书会，大家一起来研究研讨他讲的这一些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教会一个养分。所以借四个关键密码来鼓励教会见证，还有确实可行的方法得到帮助哈。所以这本书呢，印得蛮精美的哈。他说，在帮助教会的门徒经历个人跟群体的复兴，最终在传福音的各样事工上能够强有力的发展。那到底4个密码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有这4样的标题啦哈。牧师做简单的介绍。第一个就是他4个复兴的密码。第一个就是卓越、有成效又赋能哈。赋能的意思比较新的名词啦，就是 empower， 就是我们得到能力来做神的工作这个领袖。当然这个领袖不只是指牧师啦，神职人员，而是这一群教会的领袖，他们是卓越有成就而且有赋能的，他们就是要装备激励门徒为上帝成就伟大的事。没有委身的门徒你说要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做得更大，那等于是缘木求鱼，对不对？就是讲，咱要做主耶稣的工欢喜讲耶稣基督互阮有做你互阮伟大的代志，你也无要训练，也无要造就，你讲要做对来做不落来。第二个就是热诚且真实的灵性。每个基督徒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在生命当中被神的话语、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属灵的热诚，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对上帝的同在充满着热情，而且建立祷告的殿，这些都是在每一个基督徒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充满着养分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基督徒。这是第2个密码关键哈。第3个是什么？委身且积极的平信徒，大家都愿意受动员，以神国的事为念。弟兄姐妹，我们这几年都一直在推动传福音呐，但是我们现在是采用一种叫做所谓的幸福小组，但是其实不要误会哈。幸福小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方法有没有可能比较容易达到？但是并不限制说我用别的方法来传福音。我们有的小组更习惯做这个福音茶会，很多弟兄姐妹会到人家的店家跟人家聊天，聊一聊就带他来教会了。我们教会很会邀请，很热诚的欢迎新朋友来，因为他们来他孤单又不认识人，当你给他热情了，他觉得说，今天教会是有温度的教会，今天教会是让我愿意委身的教会。所以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是合神之旨意的，有出于爱的，那就是一个好的方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太拘泥于说牧师你怎么老是讲幸福小组，好像我没有参加幸福小组就不对，不是，是因为我们用各种方法，就好像我们在一个店里面有各种的菜式就对了，菜色就对了。有人喜欢吃碗粿，有人爱吃肉丸，有人爱吃炒米粉，袂歹，拢袂歹，好吃就好，敢不是？那问题就在于说，你到底要端出什么菜了？你只讲空嘴簸箕都袂使呢，你要拿出菜啦，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委身在传福音，以神国的事为念。最后一个密码就是敬拜。所以我们教会呢，从去年开始呢，我们一直我们的敬拜团队非常用心他们一直在努力去寻找更多的一个小细节都不放弃啦，包括乐器器材，包括整个组织训练。那不是说精进你的技巧，而是让你
在敬拜的时候，圣灵的同在，让你成为神传递恩典的器皿。那这本书跟我们讲说，一个高举上帝的敬拜，就会带来礼拜的更新，让每一位参加者同心敬拜，经历圣灵的同在的丰盛。那简单来说，弟兄姐妹，我们看见那这四个密码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有优秀的委身的领袖，对不对？第二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生命的灵性存在。第三个是委身传福音的基督徒。第四个就是一个热情的敬拜，一个全心投入的敬拜，一个跟神一个神秘的一个连结的敬拜。弟兄姐妹，我期待我们会先透过我们这些侍奉同工这些领袖，我们可以用这本书来做一个等于是体检的意思啦。经过20多年了，一本新的书带我们看一看，说，我们从直奔标杆到这个4个密码，4个关键密码有什么样的改变跟突破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开会员和会，总会呢从2000年开始以前曾经要把它取名叫做会员大会，后来又把它恢复改成会员和会。这个小故事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当时牧师也参与了总会一个叫做研发中心的一个讨论会。那个时候刚好在我们富强牧会，我就跟他们讲说，为什么叫大会呢？以前老一辈啦咱遮在足侪长辈牧师较早咱问讲，佮来和会，和会足好听佮和会就是一个和谐同心的聚会大会什么意思大会就是安尼，大家安尼骂来骂去相结迄个会员要争取利益的迄阵拄好，咱台湾无咧足侪民主抗争有无？足侪会员和会足侪会友拢有备而来呢就是要互你歹看，要甲你洗面，你敢知影？迄阵一站流行这啦拢举起来咧责备啦咱台顶工作的人无得到鼓励，怎互骂甲无一块好想安尼规气卖卖做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烂卖做安尼啦。迄段有一段时间是安尼。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牧师讲说，我们不要让会有一种概念说，会员大会就是斗争大会，会员大会就是指责人的大会，会员大会就是一个感恩的大会是一个去年大家同心努力，即使我没有参与什么样的圣工，至少有奉献对不对？那这些事工1年来了，我们把整理成一本手册，分给大家，大家一起来看，大家一起来当然要检讨了当然要看看说，那有些疏忽，我们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我们什么样的人力还需要增加，是要看见我们的不足啦，而不是看见我们的错这个指责人家的错误这样子所以期待今天的会员和会是一个和谐同工的会，是为神国谋大事的激励盛会。疫情明天开始，口罩也让放落来口罩也让放落来，表示讲一个新的时代来了。我期待大家戴口罩嘛是足健康，拢无代志虽然你惯死挂，咱听讲足侪姊妹讲我足省足侪化妆品嘛是袂歹啦挂起来较袂定酷酷扫，拿后客啦不要紧。但是重点的意思是说，神给我们3年的考验，我们即将迎接一个新的时代。期待我们从会员和会开始。牧师最后要讲一句话，就是说咱的中会咱中会80几间教会逐年年初的时候拢会开这个中会。因为咱参加这个中会需要交负担金啦，你知影负担金负担金意思讲你这间教会你有偌侪会友你旧年奉献偌侪所以我就甲你扣偌侪钱通好中会要运转嘛要做事工的路用扣我甲万族长咯，佮2个牧师拢做去开我就感觉足趣味，讲来甲研究统计一下统计一下，我发现讲咱中会80几间的教会80
80几间的教会，会友200个以上的啦，就是讲会友统计全年统计200个以上的几间啊，17间，17间偌济啊，占无1/4啊，占无1/4，就是200人聚会的教会只有17间，那100人以上到199人的有15间。换句话说，我们台南中会平常在做礼拜100个人以上的才32间，刚好1/3。那更不用说100个人以下的100人就是有18、17、35、47间，100个人以下。100个人什么概念呢？就是说，100个人的教会，如果要好好运作，你光请一个牧者、请一个牧师来牧会，就已经钱要用光了。那怎么宣教啊？怎么教导？怎么做事工？更我们觉得要关心的是，我们教会中会里面有12间教会是50人以下的，50人以下的聚会有12间甚至30个以下的安尼差不多有4、5间，表示讲，咱教会大间的大间，细间的真细间。因为咱教会中会内底有2间咱讲比较大型的教会就是大光教会跟天桥教会。大光教会甲天桥，因为因聚会人数拢500个以上的因为迄个年度的经费是2000万以上。但是咱富强教会咱嘛毋茫想过安尼感觉虚伪啊！咱教会排第3名，咱教会排第3名，全中会咱排第3名因为咱的会友数因为这2、3冬疫情啦，所以400个以上排第3名咱的经常费超过1000万，全中会敢若4间教会有超过1000万，咱是4间中间的1间排第3名。所以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自己有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但是我们这样满意吗？我们不满意，因为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门徒，你的工作还很多要让你去做更大的事。我们期待我们富强教会不是跟人家比数字啦，而是认为说神给我的恩典，神给我的意向跟使命，我要再进一步，特别是在疫情过后。感谢主虽然排第3名，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还有待继续加强。期待我们今天的会员会每一个单位报告，你用一个态度说感谢主，这个单位有神差派的同工努力服侍了。那我能够加入吗？哪一个单位是我可以加入的服侍的？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期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的合会你不要提早离开，无论是你是会员或是不是会员或是慕道友，你都留下来，我们一起要把这些事工成为一个礼物，成为一个奉献给神的礼物。那今天的程序我们说一个简单的修订，就是说牧师带领大家祷告之后，我们就要做奉献奉献了后呢，咱就一个简单的报告，教会事工报告了，咱就要来开合会咱就要点名迄阵咱才来吟诗安尼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准备下一阶段。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不只是我们看见疫情要结束的曙光，而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要重新再起，我们又再一次领受呼召，为神国谋大事。因为耶稣基督应许了我们，信主的人要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要做更大的事。这个更大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才有这个勇气来执行。神你把富强教会放在台南中会，我们看到在整个教士统计的数据，我们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觉得努力还不够，我们还有很多需要突破的、需要改变的、需要更新的、需要成长的。神求你借这个会员合会，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能够成为富强人是多么荣耀的事，能够成为富强人一起同工是更大更大
更值得恩典的事。神啊，让以下我们的和会有神的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同工所做的报告，成为美好的礼物，奉献在神的面前。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请执事准备来收奉献，好，多谢。重点哈，互你报告，重点标题方面哈，嘿，啊，今仔日就知影，你照你的时间不要紧哈。我们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我来做个简单的报告。我们在报告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日的金句。咱头也先用台语的部分来读。来，做伙来。因为万物拢对你来，用你的米献予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我们华语再念一次。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你的德献给你。来自上14节啊。然后报告，我们先翻开第2页。我们下周的侍奉同工，我们请杨胜吉执事。其他我们自己稍微阅览一下。然后翻开第4页，我们看到肢体交通的部分。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和会，我们9点要开和会，2023年的定期和会。那我们今天出席的有在籍但不可抗力的会员，如果有来的话，我们向干事跟长老登记一下，才不会丧失你会员权利哈。那第2点是今日的同工召开小会，我们请小会员在上午的8点半在2楼会议室集合。第3点，我们今天也是2月19号，也是总会的原住民事工奉献之日，大家为此事工来关心代祷。然后第4点是我们代祷团的消息，欢迎报名我们耶稣受难前的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我们的时间是从2月27到4月7号。我们欢迎邀请我们互相人一起参与。然后我们看那个第5页的部分，我们看第7点，婚礼的喜讯。本会谢承佑长老跟王昭文执事的夫妇、长男谢以信弟兄、以庄义进兄
王诗玲姐夫妇的长女庄玉璇姐妹，定于2月25号礼拜六下午2点在本会前举行婚礼。恭喜！欢迎兄姐届时踊跃前来参观婚礼跟祝福。那婚礼之后，我们在教育中心的地下室，我们备有欧式的自助餐，请会友留步来参加共享喜悦。那第二点是本会的黄坤山兄与陈慧胜姐夫妇长男，黄义恩弟兄与李新慧姐妹，定于3月4号礼拜六上午10点在本会举行婚礼。恭喜！欢迎姐妹前来观礼跟祝福。我们看第8点，我们本学期的奖学金的申请，我们到3月5号截止。第9点，我们关心一下丧礼的部分。本会郭王全姐妹的母亲施素蕊女士已在2月12日来安息别世，享年94岁。她定于在2月20号在嘉义以传统信仰的办理告别式。我们请为遗嘱来代祷，求上帝赐下安慰。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做补偿报告。弟兄姐妹哈，我们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会员和会。牧师先做几项的补充提醒，了后就要开始吼。第一项就是讲，咱小等的要先请咱各位中级我们长职来协助点我们的会员人士，不用一个一个唱名比较花时间。就是在籍的会员，等一下举手要点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邀请你不是会员，你是无导友，你是会籍不伫咱家的，拢不要紧，都留下来那我们开始点完名，也同时会点人数。会员有一个数字嘛会友较济咱这的人数就是要来统计，咱等下要分一个便当给你啦你若要提早走你的便当甲你算落所以意思等下若开始点名了，你就按在来一个便当要给你你若我要倒来食阮兜食好食的就人起来但是咱旧年咱有拄到这个困扰，由咱定一个数量较加咱就加定减赶紧退所以等下点名了人数就确定了，人家便当店咧，我当甲你应付甲讲差一个减一个，足麻烦的所以我们如果留下来的，我们就等一下要领便当才能回家无到时无人吃嘛麻烦若无够更麻烦啦所以这点请听这大家配合，请大家来配合第3个点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请要负责报告的同工，大家尽量到前面的空位先坐一下下一个我们按照这个目录一个个上来，一个上来。原则上我们就不在报告里面的内容了做一个宣告说我们这个要做什么事情鼓励的欢迎大家参与这个事工详细的内容你再讲说在第几页等一下再唱诗歌，我们在开场会再唱一首诗歌。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请长职也同时来发这一本手册这样听有大家听有好我先做一个补充报告，你就要来开始首先是我们呢上个礼拜有举行这个圣餐嘛咱有讲为着土耳其、叙利亚他们的赈灾，因为超过4万人过身去，足可怜其中有真侪所在就是咱圣经内底迄个地点，包括安提阿捌听过安提阿也是倒了一大片了都是在土耳其的南部这样子。那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圣餐奉献了12万5千多块，那单独指明奉献的又有6万4千多块。等一下小会会开会说，这些钱怎么运用谢谢大家的关心，因为这个是比日本311大地震更严重，而且那个地方很冷，冷气机寒所以真侪人无法度人救他们的机器器材也都很退，就是不进步所以足严重，不知道搁乌偌济唔知啦但是我们会继续带到
那第二个要报告的就是周报没有报告，就是我们教会，咱有较大语也较知影吼，咱有熟悉这个乌添祥牧师吼，乌添牧师伊的大汉查某囝，叫做胡慧英老师啦，因为伊都算讲有那病痛一站啊，拢伊咧静养，无拍算讲哇，昨就恶化啊，就是昨天过世了吼啊。我看吴牧师甲牧师长心肝足毋甘啦吼，家己的囡仔离开啊，搁艰苦吼。啊，我本来昨昏要甲敲电话讲，吴牧师啊，咱来参详一下吼，啊，咱过来胡老师的告别是怎么安排？讲无先心通好想就对啦吼。啊，所以意思讲，若知会当今日甲咱报告，到时咱邀请咱来参加。啊，毋过都足艰苦，咱也替伊祈祷吼。啊，因较低调，咱就无去因兜甲找，咱若有机会替伊祈祷就好吼。啊，若有消息，我咱伫群组甲咱报告安尼。有可能这个礼拜也不一定，啊，不然就是下个礼拜有连续假日吼，咱安排一个时间。乌添祥牧师会大汉查某囝，啊，伊是伫大学咧教册啦吼，啊，已经静养一段偌久啊吼，请咱大家代祷。好啊，这个我们代祷的消息、关心的消息哈，大家继续在组内一起同工代祷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马上要进行了哈。来，我们现在请我们的书记、小会书记荣谦长老来主持点名。啊，点名就是讲，我们汇集在这边的才举手，啊，其他不是汇集的，你都坐咧就好，免叮当哈。啊，如果你是会员，想要下来楼下坐也可以哦。啊，我们把时间交给荣谦长老，开始点名，然后来分手册，要分手册。大家兄弟平安吼！啊，咱即摆先莫移动吼，咱尽量坐在咱即摆位置。吼，啊，等下点名，咱请咱负责的执事吼，伫育婴室啊、甲财务室啊、甲咱楼骹的主务学的老师吼，拢爱会记去点名吼。啊，咱即马先来，咱等下点名有两个阶段，第一就是在职的，吼，啊，第二阶段是不可抗力的，啊，所以咱在职的先举手，不可抗力的咱等下较搁举手，吼，咱来统计，啊，咱请咱的职事汇报互咱各楼层的长老吼，5楼是志强长老，啊，咱4楼是陈佑长老，吼，啊，咱即马先莫移动，咱开始点名。哦，啊，咱请在职的会友，咱请举手。好，来整合一下，赶快哦哈，举手。啊，甲你点了，你来讲来哦哈，请问一下放来哦哈。好，来，就是在籍的会员哈，啊点了你来放来哈。好，一排一排的，一排一排的。啊，咱咧点人数的意思是啥物呢？咱教会吼，陆陆续续有的人拢加入咱教会做会员，但是咱分3级啦。一级就是讲你平时拢来做礼拜，有来做礼拜，我们就要当成在籍会员。但是我们有些年轻人出国或是外地读书，我们叫做不可抗力。啊，其实不影响你的会员资格啦，哦。比如说今天有的大学生回来了，你就算在籍了，哦。啊，所以先算我们名单里面的，因为我们有统计的数字嘛。好，来，那个5楼91， 5楼91个，啊4楼，4楼有没有？是还没统计好。啊127，啊，牧师有算嘞不？牧师有算嘞吼。啊，我也是哦。我刚好算了。牧师有加进去吗？有加我吗？跟牧师？好，加一个。哦，安尼加2个。多少？4楼129，总共220个。220位。没错哈。哦，220位。220个哦。等下，志强长老过安啊。
3楼，3楼还在点，好。嘛，3楼如果是会员才算哦，3楼几个？啊，咱请3楼给几个会员？咱请执事会当分迄个手册吼，无手册的举手吼，咱请执事。来，开始分手册来哈。刚刚3楼有没有增加会员的名单？来，志良长老，董院长你甲问一下，志良长老加几个？加两位。3楼2个，那我们再加2个，好不好？安尼咱即马拢总222，好，啊，咱不可抗力的，今仔日有来，请举手。不可抗力今天有出席的，你们2位是不是？上面有2位。9六。上面有2位。5楼9六。今天加2个出席啦，吼。在这的是225位，啊，咱即马是不可抗力的，有来请举手。不可抗力的。刚刚有举手啊，上面2个有没有？哦，2位。这边有没有？不可抗力哦，你在不可抗力才算哦。你已经在籍了就不用举手了。帮长老帮忙认定一下。不可抗力有来。5楼2位。你看，你知影不可抗力是咩意思无？平常时你把你名单放伫外出的名单里面，或是说平常有困难没办法常常来教会聚会啊，为了让他人数能够达到会员人数能够达到标准，所以暂时放在不可抗力，那就不算在统计里面就对了。啊，出席就把你加入啊，没关系，那我们是加2个，对不对？227位。哦，在这边225。那等一下我们发完手册，咱等下分手册了，咱请要算便当的人数，咱请在谈位置坐好吼，先慢下移动吼。谢谢董长老。咱请会友来配合。等一下请同工帮忙认，有时候人举手要认名字哈，要帮忙认那个名字哈。啊，你大声讲说你是谁，这样记名字比较方便了哈。如果有桌子，没有桌子就荣谦老坐在那边，没有看到大家哦哈。等一下注意一下。好，还有没有其他漏掉的手册？来下干一本，手册干一本来。啊？怎么样？名单漏掉吗？好，再加一个，228。好，不要紧，那有达到半数那就安全了。现在是重点是有达半数，等一下我再报告那个数字哈。来，现在牧师来正式宣布哈，我们刚刚小会数据统计哈，我们实际陪餐人数是734个，700几个哦吼。但是因为咱扣掉不可抗力，就用出国啦，伫中国咧工作的啦，有一段时间袂当来的啦吼，扣掉254个。是480个做咱的基础人数，但是我们在前2个礼拜有请大家不能参加的要请假，刚刚我们开小会的时候又120个请假，我无比较哈，120个请假，所以我们的基础人数是多少呢？360个，意思说我们的晨会数是360个，因为刚刚有加了2个不可抗力，所以现在变成362啦。对吧？哈，362呢除以2就是183，要183个才能成会。那刚刚我们算的多少？228，意思说228比183多了20多个，所以咱今仔日开会正式成立，咱大家拍拍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在想说便当的人数不好统计。如果你确定说等一下开一半你有事情要离开，或是你要吃大顿的，无要吃便当的吼，等你去甲后壁甲班组长讲一下。举手，你无要吃便当，这阵就无要吃啊，随便先转去的。来举手一下，让我们统计一下。一个不吃便当的举手，不吃便当的举手。就说等一下你不领便当的，这样我们才能统计人数哦。楼上帮忙统计一下。好，我们请同工把人数交给我们的版组长了，好不好？哈，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哦。好，我们要开始来唱一首诗歌，
拄则迄首诗歌咱补唱嘛吼，就是咱有一首古老的长春诗歌，叫做《打我拍败住面前》。我们要唱一次台语的，唱一次华语的哈。好，我们请诗琴来带我们，用童工拿麦克风，有的会唱的帮忙唱这首诗歌《打我拍败住面前》来。一节就好哈，来第一台语来，打我拍败出面前，求助人民无失定，求助福建富强教会，可以质量加那多。主请听，主出声。我要谦卑叹主，成绩好塞听你。我们要唱一次华语的，来，今我匍匐主面前，求主怜悯永无间，求主复兴富强教会，质量增长成相对。主，倾听，主应声，我要谦卑顺从主旨意，不是爱你。感谢主，我们要开会前，我们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恭敬在你面前，除了敬拜，除了祷告，我们现在要召开2023年定期会员合会。感谢你，许多的单位他们在去年1年尽忠职守，服侍你，让每件事工都成为一个统计的资料，一个报告消息放在手册里面。求主带领我们以下各样的报告都蒙神的祝福，让我们所做的得神的接纳。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也求你保守弟兄姐妹，大家在比较长的时间开会，大家身心灵都得你的保守。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以前都期待说不要超过12点，为了这个样子我们各单位上来你就直接讲说我的报告是几页到几页，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如果有困难有特别要宣导的再补充，这样可以吗？咱嘛无凊彩啦，无彩印一本一印做拢无要讲嘛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互咱好看。如果等一下等一下，如果因为我们今天人来了不少，有些弟兄姐妹拿了手册，如果等一下你觉得我们家不用拿3、4本手册，你如果不用留，你留1本其他可以放在柜台，让我们成为一个就是一个收藏的用途就才不会浪费掉。好，来弟兄姐妹来，我们赶快来看我们。